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嘅姚占章。今日咧同大家去睇一間印度人嘅屋企。印度人屋企係點樣嘅咧？聽講裝修都唔錯㗎噃，大家睇落去可能會顛覆你認知㗎。好啦，話咁快又到啦，入埋標就行得啦。嗱，就係呢度啦。大家睇完片想睇樓，俾電話我九龍豪宅姚占章，電話902-596-9026-6666。好啦，唔阻你時間啦，請繼續細心欣賞落去啦。翠華大廈1963年樓，單棟式12層高，共48伙。今日要介紹嘅係126號中層單位，單位實用面積1518尺，間隔係套3房，有工人房，附帶1個車位。單位門口向東北。咦？呢間屋有啲料到噃，裝修有啲品味。經過玄關位就係谷式型嘅客飯廳啦。我哋先睇飯廳，佢個闊度接近23尺，深度12尺，面積接近280尺，放咗張8人長餐台，襯到住。旁邊係客廳，客廳面積都接近260尺。呢度有張5人大梳化、小茶几。廳窗口向西，望出去嘅係公主道。窗邊係個休閒雅座，平時可以喺度曬下太陽，睇下書。飯廳直入係主人房，主人房有2邊窗，主要窗口向西，景觀同客廳一樣。主人房方正闊落，兩邊有衣櫃，可以3邊落床，面積約200尺。後邊嘅睡房係最細嘅睡房，但係面積都有160幾尺。房間有2邊窗，主要窗口向北望亞皆老街。呢間房連接客廁，都係套房嚟㗎。近廳呢間房窗口向西，佢嘅面積有180幾尺。大門旁邊係廚房，裏邊仲有工人房添。廚房裏邊有套 U 型櫥櫃，爐具電器齊全，收納空間仲相當充足。